感谢吴希望，咱继续来关心因应美国的对顶关税立法院联席会议，今仔审查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不过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拢有来提出党团的版本，因主张讲要台独半部台电的1000亿，还有国土安全论性的1500亿。认为讲这甲关税是无关系，要改做全民发现金1人1万块，还是发6000块？ 因应美国对顶关税，行政院朝日来通过规模4100亿，因应国际情势强化经济社会甲国土安全韧性特别条例草案。不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甲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拢主张讲，这个草案应该爱甲半部台电1000亿拆掉，因为台电亏损是能源政策的问题，甲关税并无关系，应该改做全民普发现金1万块或者是6000块，除非。 说保证在2028年赖清德总统第一任结束之前，不再涨电价，台电要做出这个保证，否则1000亿我们不可能给。拨补给每位民众，不是拨补给这个台电的1000亿，这个要删掉，是应该是给全民普发每个人6000块钱。另外，针对在野党立法院党团的版本，要求甲国土安全韧性1500亿拆掉。 海委会甲国防部回应讲，面对中国军机军舰直接扰乱台湾，那提升海巡经防软体甲硬体，还有军事基础设施等等，会当强化国土防卫力量。它必须从水下、水面到空中，基本的能力赶快要到位。这笔经费是保命的经费。灰色地带的建案是可以马上降低我们国军官兵应对灰色地带冲突的负荷。 因为朝野党团甲立委提出的版本拢总有5个案，立法院经济甲财政两个委员会14早起召开头一届联席会议进行审查。在野党立法院党团拢强调讲，因支持强化国土防卫，不过这会当透过追加预算或者是编特别预算来处理。公司新闻台北报道。